大家好，我是谢雷。我前面不是做了一个黄金的显码吗？这个事情啊，像蝴蝶效应，最近好多演员开始做这个金显码。今天我带了一把3弦去司马老师那里看看其他演员做的显码这个音质怎么样，因为这个毕竟涉及到我的专业，我个人对这些东西是非常感兴趣的。我觉得之前啊是很多演员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还能用黄金来做，这一下就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一样。司马老师现在订单啊已经排到10天之后了，全是做什么金琵琶、金显码。乖乖，自家点人。不晓得阿位碰上我个同行喂，啥体生意自家喊，因为㑚屋里向接得有金器，哪怕断脱，不是该搭毛的，侪不要紧，㑚拿得该得来，侪是免费帮㑚收。司马老师，我来了，能不能让我看看同行做的金马呀？可以啊，我给你找一个啊。他们做了几个？做了10个。这么有钱，是哪个团做的？团的。哇，这感觉比我家里那个重。大，司马老师，这里面这些木头马是干嘛的？这是评团的样品。朋友们，我现在手上这个是某位国家1级演员做的金马，比我之前的那个大气很多，而且司马老师帮他雕了全空心的，这样音质更好。司马老师，真的恭喜你们了！你们好像这个店开业到今天才2个月，对吧？对，已经要开分店了。是的，那说明你们真的生意非常好。那也感谢刘老师的支持还有他帮助，特请刘老师为我们那个北医记忆那个自媒体去聘请顾问。您放心啊，这个自媒体是我的拿手的，我会教你们，你们的这块就交给我了。好的，好的。谢谢你们，还送了我一幅这个毛笔字，工部唐娟，是不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的意思？是的。谢谢，太漂亮。回来了。之前我看到一条评论啊，真的蛮有劲的。一个粉丝说：“小刘啊，好像和你合作的店现在都很好嘛，从种牙齿到后面的面店，到馒头店、月饼店、打金店，甚至现在的房地产，好像在你身边的这一圈，他们都变得越来越好了。问我这是为什么？我可以告诉大家，这就是因为人心向善。只要是一个内心善良又健康的人，肯定会希望别人过得好，肯定会巴望别人把企业做大做强。只有那些内心阴暗的人才会巴望别人过得不如他，才会巴望那些企业早点关门。所以也可以从侧面看出，小刘的粉丝，也就是你们，都是真挚而又善良的，你们的内心都是光明的，因为有你们，所以才有我。